估唔到入咗 BNI 3年，已經冇咗淡旺季之分。估唔到做咗 DNA 之後咧，除咗可以幫到自己，仲可以幫自己嘅會友嘅生意帶到更遠。估唔到建立咗 Power Team 之後，好多以前接唔到嘅生意，而家都會接到。喺 BNI 真係好多嘢都估唔到。老實講，我以前都係覺得 BNI 只係糖水滾糖魚，左手交右手。但係實際上，一般人睇唔到嘅巨大市場，係我哋聯合上下游咧，去向外部爭取更大嘅生意。做工程有個先天嘅特質，裏邊分咗唔同嘅專科：風、火、水、電、木器、金屬、設計、牌照等等。行內人都知道，好多大嘅工程標書係分開好多專科嘅。以前單打獨鬥，你根本唔會識得攞。但係而家咧，我哋集合咗全個工程隊嘅精英啦，由消防工程、不鏽鋼去到家私等等等等，我哋全方位對接，令到中標率同埋呢一個規模咧都全面提升。我哋借住呢個矩陣，連續接咗好幾支大型嘅標書。之前同 Dennis 中咗機場三跑項目、澳門賭場大型嘅工程。不過呢個只係我哋嘅第一步，我哋希望將標書規模進一步擴大。未來我哋想聯同 marketing 嘅會友，將工程項目品牌化、國際化，聯合埋其他唔同嘅 Power Team 跨界合作，繼續做大做強。多謝 Action，多謝 BNI。